大家好，歡迎收看7月30下晡新聞，我是張曼婷，做伙來關心今仔日的新聞重點。美國聯準會通過維持利率，股今仔日回升，台股盤中起千外點，上懸有到41155點。華聯2018年大地震，各界捐超過27億，檢方懷疑這項目無清楚，所在社會處約談6個人。美軍又閣下令要空襲伊朗，不過聽在埃及的天然氣船嘛受到攻擊，國際油價是國際欠懸。美國聯準會投票通過維持利率，不過這屆煞是頭一回有3票反對。也美國4大指數拜三總落，股佇咧今仔日煞是回升，連台股盤中嘛起千外點，上懸是有到41155點。美國聯準會主席華喜上任以來主持第2場 FOMC 會議，不過甲頂擺會議針對利率無變，全部無意見通過比起來，這屆出現3票反對票，主張應該升息1碼。We understand that the 5+ years of inflation above target cannot be cured in 9 weeks, or by a single month of modest price decreases. This Fed will not waver. 聯準會鷹派官員的言論引起市場看歹的情緒躍升。唔那拜三美國全面收烏，道瓊指數閣較重挫1153點，比較美國走弱。拜四股是規個反彈，由盤轉起，韓國盤中捌起超過5%，一個捌起超過2%。台股對開盤上加39404點，一路衝關千點，轉來到41155點了後，起勢收縮，指數佇個400點起落落。韓國股市已經企穩反彈的情況之下，台股在這個地方如果能夠這個守住半年線3天低點不破的話，那麼行情呢就有渴望進一步的一個反彈。國內跟國外的政經的情勢，我們密切的關注。如果有一些失序的狀況，我們會做適度的來處理。專家分析，比較前幾天台股開盤的重點以科技股為主，拜四正做帶動台股起勢的先鋒。寬達股台積電盤中上懸2260塊起60塊。聯電起停112塊半。隨報這回美國聯準會利率攏無調，有學者指出，美國聯準會委員的鷹派言論加重升息的壓力。一旦負向的衝擊會慢慢的發生，那對於過去正在大幅投資的這些產業來講，那他們會不會改變他們的投資決策？學者指出，美國通膨的問題等咧出現，若是美國以升息來壓制通膨。而且升息的幅度若傷大，可能會引起企業倒去，甲影響就業，就要慎重判斷利率的動向。記者綜合報道。華聯2018年2月初6發生大地震，各界是捐超過27億。不過，這條錢檢方懷疑講這項目無清楚，昨昏去搜查華聯縣社會處約談6個人。也針對縣府執意講，佇咧選舉進前來調查這項濟年前的案件，檢方是強調講，這甲政治無關係。處長對今天的約談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講？面對記者提問，海頭無回應，就互帶入去地檢署審問。華聯縣社會處處長陳家富加入去烏色風波，經過複審了後，以40萬交保，而且限制出境出海駐機。不方便透露。沒有，你就讓我們處長好好休息啊。今天累一天。謝謝，大家辛苦了。經過一暝偵訊，陳家富看起來真忝，得到交保了後無做回應。不過檢方這波行動，逼出甲2018年2月初6地震了後的募款有關係。而到去敲找社會處，甲處長、科員、承辦人員，還有正前甲即賣職員帶倒轉去，嘛包含廠商，攏總約談6個人。除了陳家富以外，還有另外一個審後以5.7萬交保，其他的人攏先請回。誠信被告這個涉案的一個程度，跟當時的社會處長相比，那確實他的涉案是比較情節比較高。依照證據的顯示，對於這個當時是社會處副處長的這個誠信被告來做一個偵辦。就一年前，這個地震，互各界募款捐27.8億，不過這個善款的運用沒有證據，閣牽起了媒體版面。華聯檢方迄時主動分案啟動調查，煞尾嘛接到民眾檢舉，懷疑足儕大條的款項用過手的方式匯入去，閣匯出去，有一寡善款嘛無經過同意，就互烏白使用。專案的問題金流可能有幾若千萬。歡迎用一切的行政作為都依照相關的法令規定來做辦理。
那本案已經進入司法偵辦的階段，那我們也暫時不做多做回應。就算講花蓮縣府表示，規個案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對個案無要做評論，毋過嘛積極檢調，佇咧大選進前重新啟動這個真久的案件，而且閣大動作約談，偵辦的時機嘛恐驚會引發外界疑慮。面對相關的言論，檢方就反駁，強調絕對甲政治無關係，為小目深受關注，到善款的運用甲流向，攏列佇咧重點調查的方向。專案會為污洗等罪嫌偵辦。記者綜合報道。鏡頭我來看台東縣有農業處的官員，因為涉嫌佇糞化農路的工程值錢，予地檢署約談。其中，這農業處長甲前任的水保科長嫌疑上大，檢方是已經申請羈押。縣府強調講會全力配合調查，希望量早理清案情。30半暝，台東地檢署甲台東縣政府農業處5個官員帶轉去透明審問，疑似涉嫌縣政府佇110年提案改善台東市建好步路、農路，佇當地準備要起東營度假村的時陣有污錢。審問了後，檢察官認為農業處長甲一名前任的水保科長道理罪嫌重大，申請羈押。縣府強調會全力配合司法調查，趕緊理清案情。我們相信同仁的清白，也希望檢調單位能夠盡速釐清、完成調查。這條山區的農路已經完工，附近有徛家毛水果園甲農田，疑似予人指控要起的度假村，目前還閣佇咧環評的階段。有縣議員捌佇議會質疑這項農路的工程，原本路寬3公尺，率先甲9公尺，明顯甲法規無同。附近的民眾講，路線寬了後，改善大雨排水不良的情形。原早就是有一條路，但是較無遐寬，就是風太大水車水弄掉。這工程2800萬的名義去開闢這條道路，假借農民之需求，這顯然非常不當。目前台東地方法院閣咧開庭審查這件羈押案件，因為這條農路改善的案件是縣議會通過的縣議員提案，縣議會表示會尊重司法查明真相。記者綜合報道。進前摩洛哥駐日本的大使館講要暫停受理台灣的簽證，咱的外交部嘛宣布講，為今仔日開始，除了專案核准以外，嘛要暫停受理摩洛哥來台灣的簽證申請。摩洛哥政府驟然採取停發措施，已經對國人赴當地商旅造成障礙，並影響兩國交流。基於雙邊交流的對等原則，外交部宣布，從7月30日起，除經專案核准外，暫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來台的簽證申請。外交部表示，摩洛哥的政府已經下令因全球的大使館甲領事館攏暫停受理台灣簽證的申請，這是已經影響到兩國的交流，也因為雙方交流對等原則，所以嘛宣布要暫停受理摩洛哥的簽證。外交部這邊會繼續關注，看情形來調整措施。也佇咧7月20進前，就已經有摩洛哥簽證確認函的台灣人，也是會當佇咧期限內入境摩洛哥。換來看，立法院今仔日是繼續針對總預算案調解協商。國民黨立委洪曉玲提案講要刪除凍結行政院的預算，伊強調講家己無烏白台是嚴格審查。也行政院秘書長張惇涵是表示講，調解攏總煽動7.6億的預算，這對行政院來講是加減的影響運作。我已經還是保留了，大家還有什麼意見？我們現在還1300多個案子。照你的意思，我已經照你的意思保留，還有什麼意見？這會到底還要不要開了？韓國瑜主動陳情量法院，原因是因為國民黨立委洪曉玲提案，要甲行政院施政甲法制業部1437萬的預算全部裁掉。經過行政院秘書長張惇涵說明了後，韓國瑜裁示保留，不過陳情量閣講話挺洪曉玲，讓韓國瑜真不滿。前一天協商的時陣，張惇涵就點名反對洪曉玲提案，要甲行政院長杜英台薪水凍結。迄時國民黨黨團總召薄坤琪閣氣甲交出來，引起衝突，互協商先暫停。確實會或多或少影響行政院的基本運作，各個部會、行政部門的基本的運作，或者是基層員工應該有的待遇。大家都應該來合理的、理性的討論。有非常非常多的民眾都認為我刪掉陸委會的沒宣費是做得很好啊，那麼我也會以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來嚴審各個機關部會的這個預算。在國會裡面呢，要稱王的人呢，其實要保持一定的一個風度啊，在國會裡面應該是很理性在問政的一個地方。張俊涵認為，國黨受民意監督，社會自由公平。民進黨團是批評박坤基失去國會應該愛有的風度。今日台北市長蔣萬安等倒閣的議題，團講有國民黨立委提議要甲不分區的立委前5席讓予民眾黨，爭取拿白合下過倒閣的限。所謂要這個合作釋出不分區這個部分那這個部分我們無從所知。基本上戰術上是可行，可是戰略上呢？必須要慎思啊。那麼倒閣是立法院的工作，解散國會是總統的職權。台北市長有台北市長該做的事情。杜英泰就講，倒閣是國會工作，呼籲地方首長應該愛先把市政顧好好。記者綜合報道。台北市府甲 AIT 做伙推動商機媒合會，希望會當帶動台美的經貿合作甲發展。也針對蔣萬安最近提出講要倒閣的這件代誌，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就批評講，蔣萬安若是想要選台北市長，安尼伊應該愛關心的是台北的市政，毋是佇遐舞倒閣。台北市長蔣萬安甲美國在台協會處長郭立堅踅無人機的單位聽介紹。北市府串聯美國20個州政府駐台辦事處，鬥陣推出2026台美城市產業商機媒合會，創頭一個會使整合物流、服務、過界甲跨境電商去美國的配套，甲企業鬥相共，提升全球競爭力。我剛到達台灣時，台灣是美國第8大貿易夥伴。如今，台灣躍升為美國第4大貿易夥伴。商機媒合會要並建立台美經貿關係長期穩定合作的機制。這拄去美國訪問，回來台灣的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強調，這擺的交流無限國會外交，也是城市外交，佮包含在地企業也有智庫。不過最近倒閣議題是繼續炭燒，將民眾黨主席郭文哲就講，賴清德落台，這是重點。民進黨秘書長徐國勇就放刁，講要倒閣做你來。如果他有這樣的氣魄，面對毒油風暴，人民還會站上凱道嗎？我同意柯市長他所講的倒賴。那我覺得，如果今天賴清德總統有肩膀，卓榮泰院長負起政治責任，今天大家也就不會提出倒閣的想法。倒閣這個的戰場是在全國了但是呢，我們台北這個市政的考卷畢竟就還是在台北，所以呢，如果他真的是要選台北市長的話，他關心的應該是台北的市政。沈伯洋就批評蔣萬安提倒閣是台北考卷抗北，就趕要參加全國大考試。台東市長羅秀燕就表示，若是真正倒閣成功，國會解散，建議國會定選跟年底地方大選會當合併選舉。如果分散選舉時間這麼近，那分2次投票的話，勞民傷財。如果是到時候可能會發生史上第一次中央選舉跟地方選舉合併辦理那這樣比較妥當。有國民黨立委就提供，是不是要讓5席無分區甲民眾黨合作？蔣萬安就表示，尊重國民黨團甲民眾黨團的國議立場，愛一致，欠一個攏袂使。記者綜合報道。印太安全研究所的主席史瑞福帶團訪台，總統賴清德是特別感謝史瑞福，講伊佇咧接受專訪的時，甲國人說明台灣無人機體系的重要性。史瑞福表示講，美方嘛真煩惱中國會用武力來威脅台灣，伊即轉來就是想要聽賴政府有啥物建議。前美國印太安全事務部助理部長、印太安全研究所的主席史瑞福，讓10個月過來台灣，總統賴清德親身接見，講史瑞福是台灣的老朋友。不過對立法院審查無人機的條例也無共識，條文保留送協商。賴總統特別感謝史瑞福，教咱台灣人說明台灣建立無人機體系的重要性。現在也繼續推動採購無人載具的特別預算。要建立無人機攻防體系。我要感謝薛瑞福主席，一來到台灣就接受媒體的採訪，跟廣大的台灣社會大眾說明，台灣必須要建置屬於自己的無人機體系。
But those developments notwithstanding, we still note with concern the Chinese pressure, the military intimidation and coercion, and the intensified lawfare campaign trying to squeeze Taiwan and trying to put pressure on you. 今若中國提出跨國鎮壓專法，試射飛彈威脅區域和平，賴總統就表示，台灣知影和平就愛靠實力。史瑞福就回應，美國甲台灣攏是為着民主一直咧拍拼。講中國無論是用文的，還是武的嚇，對台灣誠做壓力。這擺來台灣，就是要來聽賴政府的建議，了解台灣面臨什麼款的挑戰。賴總統就希望台灣甲美國會當深化合作，咱台灣嘛會繼續強化無相對的戰力。占南國造海鯤號透早就互看到，一禮拜出海2擺，30展開第14擺占航，佇咧接近測試的尾段，不過猶是猶未展開看未耐航的測試。學者就指出，海鯤號就愛跨過耐久測試限，驗證會當繼續作戰，還佫有生活能力，包括關鍵設備、供電、生活設施，攏愛長時間維持正常的運作。這些可能就會測試到它這個跟它艦員這個維生系統這個比較有關的這些相關的測試，像例如說這個船上最重要的是氧氣嘛，那個供水啊，那個飲食的那個儲藏啊等等的各方面這些系統全部都要驗證，那這樣子才能表示這條船呢才能夠功能才趨近完整。另外，中國在印太地區擴大運用鋪設地帶騷擾，引起美國的煩惱，驚講會影響到區域穩定。美國跨黨派聯邦參議員達克沃斯等人提出對策的方案，包括要求國務院提交監測中共鋪設行動的報告，鬥陣甲區域夥伴強化合作，甲中國嚇阻擋中國的侵擾威脅。記者綜合報道。衛福部有規定，麵袂使用苯甲酸這款防腐劑，不過最近南部的菜市啊，煞有3件產品攏驗到苯甲酸，其中一間閣是高雄30年的老店。衛生局今仔日派人去稽查，若確定這業者有違規，就會依法處罰。衛生局人員來到三民區這間30年的做麵老店稽查，因為台灣消保協會針對台南、高雄、屏東的傳統市場25間做麵的店家去查驗，結果高雄有2間店驗出麵條未當濫的防腐劑苯甲酸。協會講，這間老店的生意好銷路快，因為就捌驗到，這回驗到數字竟然高達3.26，是另外一間的3倍，實在講唔通。2016年，他其實就有被高雄市衛生局抓到，他有違法添加苯甲酸。所以它等於是累犯。大人可比講60公斤，你上加會當加0.3克，就是你的含量，就是食這超過去，你就會超磅。教授講，大人一天若食超過0.3的苯甲酸，就是超磅，尤其對肝病、腰子病有新的負擔人，危害是更加大。衛生局早起接到通報，就隨來採樣，要登記化驗，確認是毋是有濫苯甲酸。有消費者拄買煞，聽到消息攏感覺真意外。針對消保協會公布的結果，當事店家講，伊毋知影協會驗的是倒一款麵，不過伊無濫苯甲酸，會配合衛生局的調查。麵的種類有很多種，有的也是我們加工，有的不是啊。對啊，就這樣啊，我們只是可以等結果。偶爾會買，1個禮拜的頻率大概多少？沒有，大概1個月會有1次吧。那你現在聽到這個消息，會不會有點不安心？對，有一點怕。衛生局表示，中央規定現做的麵條就是袂使驗出苯甲酸，若是化驗證實店家有違法使用，就會按照食安法進行相關的裁處。記者柯家族、柯朝陽、高雄場報道。中煉的油驗出低干物質苯苯比超標，即馬永豐有生技公司嘛通報講，因的苦茶油有驗到苯苯比超標。衛生局是隨進行稽查，嘛要求全面有風險落架。稽查人員接到通報，去到永豐益生機甲供應商維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來做稽查。根據永豐益生機的通報，按7月初1出貨賣出去的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自主送驗出苯苯比超過標準。衛生局統計有問題批號總共生產924罐，要求業者這款苦茶油無分批號，全部攏愛以風險落架。經查，13家門市均已完成全數下架，另2家自營品牌餐廳均未曾進貨或使用該款苦茶油。供應商發出聲明，回釋咧，講這個苦茶油是委託家己梅山的關村製油廠大工來生產，會全面配合主管機關做後續的調查，賣趕緊甲大工廠釐清相關制定。問題油的風波也未煞，因為衛福部以風險落架的問題產品，要一度採用使用問題油20%來做標準，這互台中市長羅秀燕就質疑中央有內鬼，中央有蒙神。他已經被收押了，連
檢方都認為他從頭到尾都有可能串證，從頭到尾都有可能說謊，然後你找他去討論我們20%要不要下架？哇，他沒有參與討論20%的下架，他是來報告他的製程，然後我們的專家委員決定不能夠復工。講很多事情哈，我想在野大家也都很難會去相信，因為即便他們調了會議記錄。進入到司法，事實上是讓大家可受公允嘛，反正就司法，那這樣子的話，才不會淪為政治口水戰。趙總統回應相關措施攏是根據科學的證據、調查也個風險評估了後做的決定，這中間無所謂的萌新問題，強調家己無對不起良心。記者綜合報道。國內接續有油傳出問題，這食品安全是引起疑慮。台北市立聯合病院為7月30開始設食用油品健康資訊門診，提供評估甲衛教，希望會當協助民眾來了解實際的健康風險。中聯油脂的食安風波還未收煞，小數表示，未來若行政院版本的食安法修正草案若有通過，都會要求特定業別甲規模的食品業者、食品安全監測計劃，都要提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強化食安管理。面對這陣的食安事件，有民眾是表示無食煩惱，嘛有人認為即賣資訊真濟，若有合法的資訊管道會較安心。對，我沒有很擔心這件事情，一個合法公開的管道。去做後續的處理。為着民眾的健康，台北市立聯合病院自7月30開始有設食用油品健康資訊門診，提供健康評估的服務。民眾若有需要，麥當免費為營養師提供食食的建議。醫生表示，真濟民眾毋是煩惱中毒的問題，是真惡判斷有啥物資訊才是正確的。大家透過門診提供專業的衛生教育，麥當協助民眾了解實際健康風險。焦慮到輾轉反側這樣子，這樣子的人，他覺得哦，我真的很想聽到一個專業的人員，就是好好的解釋、回答我的疑問，讓我可以安心。那他就適合來這邊進行衛教諮詢。台北市立聯合病院表示，食用油品健康資訊門診，為拜1到拜6攏有提供服務，而且免收掛號費加諮詢費。病院希望透過醫生甲營養師的專業評估，協助民眾釐清食安的資訊。記者郭金陽、志剛台北報道。原來看高雄林武的周公新村有一大陣魚仔病毒，當地就懷疑講是有工廠咧偷排廢水。環保局檢測了後，講是因為支流量無夠，加上送數上低，才會造成魚仔死亡。水面頂懸，規個攏是病毒死去的魚仔，對水道中一路拖到岸邊。即搭佇林武區的周公新村，最近互民眾發現魚仔規定死去，懷疑閣有工廠排廢水。住家也多，工廠也多，你也猜不中啊。有啊，這邊有時候會有，是不是？很久以前有，沒有常常啊。當地民眾講，已經足久無看到這隻魚仔死去。環保局預告檢測了後，發現除了游泳量較低以外，村的所在攏無異常。研判是因為水量無夠，加上游泳量傷低，才會造成魚仔死去。30早起，閣轉來現場，水面也是有不少死去的魚仔，嘛發現水利局已經委託廠商到河洗魚。於是，在打撈集中後，會送往人武焚化爐焚燒處理。在發現魚屍的同時，我們也同步通報環保局前往稽查，釐清是否有違規排放污染物的狀況。市府表示，周公新村大地路河段甲望松橋河段攏有發現死魚，到預告為止已經獲130公斤，嘛會繼續關心河川的環境，維護水環的品質。記者綜合報道。有不法集團把毒品藏佇咧模型內底，要為泰國走私來台灣。刑事局軍總追查掠到2個嫌犯，依法甲送辦。也南海巡署台中查緝隊是追查另外一件賣毒案件，嘛成功逮捕嫌犯，查出槍支甲毒品。警察也請弄離開內底，當場甲嫌犯逮捕。刑事局今年1月底接到財政部關務署台北關的通報，查到3件按泰國寄來台灣的包裹，查到發現這包裹雖然是微型的模型，毋過下底攏夾一層一級的毒品海洛因，總共6.6公斤，將重達6.6公斤的毒品海洛因裝填至16片塑膠瓦楞板夾層後，再分別藏放在3座模型車底部，借此掩護走私來台。
這毒品的粉就是進入去塑膠房仔空內底，警方用切個甲切出來，3件包裹寄去台中的太平，由姓陳的嫌犯出面採領，再閣用無知情的計程車轉送到台中北屯，由姓夏嫌犯來收回。警方順利抓到姓夏甲姓陳的嫌犯，目前2個人已經依照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來起訴。海巡署台中查緝隊查到另外一個賣毒的案件，佇咧台中的海線一個海釣場抓到姓劉的主嫌。你拍你啊！就這樣子，我不要你。劉姓犯嫌為規避查緝，常以承租套房及不斷變換車輛，製造查緝的斷點，並劉嫌在交易毒品時，為防範遭他人侵害，黑吃黑，隨身攜帶槍支以防身應對。台中查緝隊表示，姓劉的嫌犯因為另外一個毒品的案件去用通緝，去用掠的時陣身軀頂抄到槍支，也有毒品，再閣去到伊台中國姓大的所在來抄，總共抄到2支改造的手槍、6粒槍支，海洛因235.5公克，安非他命538公克。姓劉的嫌犯目前已經去用依照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也有槍炮彈藥管制條例起訴。記者綜合報道。台南東區有一間補習班，互民眾投訴，講接送車一台客10幾個囡仔是已經超過車輛的負擔，可能會造成危險。補習班出面回釋咧，講是因為臨時有學生報名才會變超載。也教育局嘛查到講，這台車根本就無做交通車協備，已經違規，已經會違法罰錢。台南東區街仔頂有一台補習班的接送車，當要帶囡仔歡喜出去佚佗，不過詳細算呢，一台車煞載超過10個，超過車輛載客標準，為免讓過路人翕落來鋪上網絡，引起外界煩惱交通安全，敢會出問題。這10幾個安尼，真正都對囡仔來講都無安全的安尼。我覺得很危險之外，小朋友之後也不會有太正確的交通觀念。面對違規質疑，補習班出面承認當天確實有加載2個，主要是因為hiệu熱和活動參加真踴躍，加上有學生臨時報名，才造成車輛袂赴調度。業者講當時評估路途較遠，騎奧多擺接送的風險較懸，才選擇塞車。事發了後，教育局嘛隨啟動調查，發現這間補習班雖然合法立案，卻完全無學生交通車的協備記錄，已經違反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以當時的狀況來講，開車接送還是比較安全的，而非騎機車的方式。而且這個部分，我們其實都會跟家長告知。依據《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補習班接送學生的車輛應辦理核備，並依法設置學生專車標示。教育局將到班稽查，安排路邊攔查。針對這單事件，業者講後續會嚴格檢討改進，教育局後續會結合警政單位來調監視器調查，會安排教班課查等任務。若到時有影違規，會依法罰款，會要求限期改善。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海巡署中部分署拜二暗時透過智慧監控系統，發現中華漢堡的南仔地有一個查甫人要行去海裡。海巡是趕緊出動空翕機，嘛透過紅外線的影像找人，加在最後是有平安找到。透過智慧監控系統，會當看到一個人行佇南仔地。拜二暗時9點外，海巡署中部分署第3分隊利用監視系統，在中華漢堡發現有一位查甫一直向海裡行過去，隨通報消防隊協助處理，加在離距離岸邊2.5公里的所在找到人。海巡署中部分署表示，當時伫岸邊發現這位查甫人的車，透過車牌確定車主身份，要接到家屬報案，講人失蹤。因為當時天色已經暗落，而且電流海水已經中到人的腰部，海巡趕緊出動空翕機，嘛透過紅外線的影像撩水找人，順利把這位失聯的查甫救回來。鹿港巡邏站運用環島智慧型岸基監控系統執行遠端巡查勤務時，於本峽漢堡科道發現一男子獨自朝海中走去，疑似有輕生傾向。海巡人員抵達科道，隨即涉水深入科道搜尋，持續搜尋約20分鐘後，順利於距岸2.5公里處尋獲該男子。經救護人員初步檢視，男子無明顯外傷，僅有失溫情形。海巡署中部分署表示，這個透過智慧監控系統，真緊就發現失聯的民眾，而且成功救援，展現科技輔助救援的成效。海巡嘛呼籲民眾，若心情鬱卒、心悶，應該愛向專業人員尋求協助。另外，若是在海邊啊發生任何緊急的狀況，民眾會當卡118專線報案。記者楊淑晴綜合報道。
美軍閣下令要空襲伊朗，講是為着要報復伊朗攻擊因佇咧約旦的基地。另外，有一隻停佇埃及港口的美豬天然氣船，嘛傳出哪像受到無人機的攻擊。這中東戰爭拍袂煞，嘛造成國際油價閣再衝懸。中東戰火閣開始咧軍架，美國中央司令部29對伊朗發動空襲，毋過無公布具體軍事行動。美國總統川普強調，這是對伊朗攻擊美軍駐約旦基地的強力反擊。川普去互問到美國甲伊朗敢有法度透過談判達成協議，伊講這愛閣觀察。上時中東戰事開始咧行，由美國出資的天然氣船29停佇咧埃及的港口，好親像是去互無人機攻擊燒起來。川普去問到這件代志是毋是甲伊朗有關係，伊講這已經是老部數啊，美國會甲因電甲金死死。I can give you a report. I've been briefed. It's a little more of the same, but it's going to be straightening out. It's going to be straightening out. In the meantime, we're going to be hitting them very hard. Because it's our turn to hit them. They know it's coming. 伊拉克甲沙烏地阿拉伯嘛攏向加入去這場戰爭內底。美國29甲沙烏地阿拉伯聯手空襲伊拉克境內由伊朗支持的民兵。事實上，自美國甲以色列佇2月28對伊朗開戰以來，沙烏地阿拉伯一直避免直接參加戰事。根據法蘭西24的報道，沙烏地阿拉伯的報告講，因的原油設施已經連續2天去互無人機拍到。若是沙烏地阿拉伯指責講，這是甲對烏蘭革命的伊拉克武裝組織所做的。The one thing we don't want to see is any expansion of the conflict. So having mor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fighting, having the fighting spread to a larger number of countries, all of these are adverse developments and could get us into a much worse situation even than before. 因為即馬美伊戰爭閣開始咧行，全球的原油嘛攏一個手就起一個真厲害，結束連續3個交易日攏是跋的態勢。波蘭特原油機會離到上懸，挖滾每一桶91美金，一工就去超8趴。公司新聞新樂批評伊。在地上大條，屏東恆春一個42歲清潔隊員，20出任務的時，徛佇咧糞掃車後壁，煞因為手環無好勢，規人摔落去塗骹，弄着頭。經過搶救，也是不幸過往。家屬質疑講，是因為糞掃車後壁欄杆互人拆掉，才會來發生意外。公所表示會過來檢討，嘛協助家屬處理後事。清潔隊員原本徛佇糞掃車後壁，出動要做工課，結果手環無好勢，這位姓周的查甫人直接摔到塗骹，弄到頭殼。7月20日送恆春旅遊病院，因為病情嚴重，轉到高雄中間，毋過一直無恢復意識。23家屬決定北港，即馬家屬質疑，因為糞掃車後壁的欄杆互拆掉，致使查甫人發生意外死亡。他們跟的那一台垃圾車應該是要去那個吊運，有在順便吊運紙車，所以他沒有後面那個護欄。鎮公所、清潔隊都對家屬都很關心，馬龍蓋赫激起他的好意，就是希望不要再有一次的憾事發生。看糞掃車當時相片，車後確實無裝欄杆，實際詢問恆春鎮公所，鎮長表示，因為清運工課有分家用糞掃和大型主保車，迄天因為需要處理主保車，才把欄杆拆掉，方便作業。鎮公所講會協助家屬處理後事部分。對家屬的補償彌補的部分。我們來以上優渥的辦法來處理啦。最主要是路線的安排的不同性質的分開，再來出勤人員的要求，它的基本防護的安全配置、安全帽、安全背心、反光背心，會跟人家要求一定絕對不能有疏忽到的地方。恆春鎮公所表示，會先把作業路線分開，若要拼主保車，就要求隊員坐車頂。另外，強烈要求隊員出任務的裝備一定要穿好勢，避免小件意外閣發生。記者柯明哲屏東報道。大嫂按算要佇雲林六輕廠區外口的保安林地設風機，引起當地反對，驚會造成噪音，影響生態。大嫂表示講，辦說明會就是要來收集意見，會繼續來溝通、來協商。大數企業為着配合政府推動能源轉型、甲再生能源發展，目前規劃投入12億，選佇六輕廠區外林保署經營的可儲量的土地，要設置6座風力發電機，希望佇2030年進前完成建置並網發電。半導體甲 AI 嘛吼，伊有要求講愛園區發展跟節能的需求，為着伊個要求，必須再生能源推動，就是能源轉型嘛是大數企業轉型的一個重要的方向。
代數表示，為着要聽地方民眾的意見，頭家舉辦公開說明會。不過有民眾認為，設6台風機的位置，離平體敢若500公尺傷瓦近，未來風機的噪音恐驚會影響生活品質，而且選擇保安林地，敢會干擾生態。民眾看法無同。恁家會曉，因家公司會曉開風機離宿舍800公尺啦，講要離咱到300公尺，恁來感受袂到。所以，這就是吼。但希望恁會當將心比心。規個落水溪口，即擺整個自然生態嘛變真好。各位，我頭拄仔聽台灣單位講，已經做生態調查，請教者，恁佇遐有發現就好。會當建議的權利，嘛會當吼，會當有大家有共款的意見。希望透過今仔這個說明會吼，大家集思廣益，有咱的這個吼，大數企業，到咱的公家吼，特別好去檢討。路景管理部表示，目前林保署敢若同意進行早期的規劃，甲相關的調查，也未進入環境評估的階段，嘛未將土地租予代數。召開說明會是希望聽地方民眾的意見，代數嘛會按日要規劃甲檢討，繼續甲地方溝通。記者綜合報道。民進黨桃園市長參選人黃世杰提出要改革愛心敬老卡，主張講逐個月點數為800點提懸到1200點，要增加400點。市府表示講，目前已經有規劃新的方案，未增加點數，不過會擴大愛心卡使用的範圍，預計8月初公布，明年1月初1正式實施。摕愛心敬老卡，桃園的士大人上接用來坐公車，過來就是坐愛心的計程車甲坐火車。桃園市敬老愛心卡目前提供設置佇咧桃園的士大人，逐個月有800點會當坐市區公車、機場捷運、愛心的計程車，還有一寡代替的路線，嘛會使抵國民運動中心加 U-Bike 的費用。愛心卡很好用，主要都用在什麼用途？交通夠用嗎？有人說不夠用，我是還可以，我反正省着用嘛，有多少就用多少，不夠自己投錢嘛。敬老卡最常用在什麼地方？坐公車用，如果有要到台北的話，坐公車、火車用這樣啊，偶爾會坐計程車使用，能夠多一些用途當然是最好。為了提升士大人的福利，民進黨桃園市長參選人黃世杰就表示，收集民意，甲參考各縣市的做法了後，前幾天提敬老愛心卡改革政見，主張要甲點數800點提懸到1200點，改用年度累積的制度，而且擴大使用的範圍。那立議員嘛，佇咧議會針對這個政策可行性甲財務負擔佇咧交流，包含增加點數到1200點，每月不歸零，以及擴大使用範圍，包括特約醫療院所、藥局、農會、漁會、超市、超商等等。它的政見1200點需要一年花72億元哦，這個數字還是市政府幫他算出來的。他從頭到尾並沒有提到他這個政見要花多少錢。針對愛心敬老卡，市府的新聞處就表示，這個政策上大意義就是希望士大人會當逐個月固定外出，增加社會活動。目前已經研究上新的方案，規劃無要增加點數，還閣擴大使用的範圍。像講佇咧農會買物件等等，初步評估當年需要增加20多億的經費。交通、醫療、農業，還閣有體育等局處已經進入最後盤點的階段，預計佇咧8月初公布，目標是明年1月初1起過。記者綜合報道。嘉義市最近有民眾發現講，半暝有當時會出現一大群狗仔來攻擊龍洞貓，懷疑講可能是有人挑故意放狗來咬貓。市府已經開始咧調查，要追查這個狗仔是為叨位來的，看敢是有人挑工安尼做。半暝的時陣，民眾徛起敢是去翕着幾隻狗仔為外口撞入來了後，煞來就聽到貓仔咧叫的聲音。這個狗仔攻擊貓仔了後，才做伙離開。這款狀況毋是一屆，而且佇4、5公里外別個社區嘛，同款出現一隻狗仔攻擊貓仔的代志。6、7隻有咧，攏遮大隻，攏足歹。哦，嘿叫。人飼的哦，迄人飼哦，狗都水的哦。安尼。他們每次來都是大半夜，大部分都大概6、7隻。這些狗的範圍太大了，而且是都同一群，所以我們就認為它不太可能是就是自己來的。附近的住戶表示，日時佇社區其實攏看無這個狗仔，而且因出現的時間大部分攏是半暝較濟，所以才會懷疑敢是有人飼這個狗仔專門來攻擊龍洞貓。
如果犬隻是屬於有當犬的話，我們會立即執行捕捉以及帶回園區來安置。知影這個代誌了後，市政府相關單位已經有佇捌發生過攻擊事件的所在進行調查，要找出狗仔的來源。農務科嘛呼籲民眾，若是有看到狗仔群佮出現，千萬唔通挖緊，也是想要來看狗，會當通報相關單位，和專業單位來處理。記者林慧婷家己報道。去年宜蘭發生水災，造成蘇澳市區做大水，這分水道的工程嘛已經佇咧發包的階段。第一號船分署已經公開招標5屆，煞全部流標，推測可能是工人無夠的關係。號船分署是按算8月11要閣招標。這是蘇澳溪水頭未來蘇澳溪分洪道建設的預定地，林保署當地當地做防洪洪台災後復原的工課，佇咧溪床邊仔要來起河川疏浚堆置場。不過地方期盼會當解決蘇澳市區高淹水問題關鍵分洪道的工程，閣一屆卡掉咧。工作應該都有啦，都有啦，然後陸續出來，讓他們選擇性比較好吧，蘇澳分洪道的工程總經費差不多75億，中央要拼2029年完工。不過第一號船分署上網來招標了後，到今已經流標5擺，可能是因為最近國內防灘工程多，親像宜蘭分洪道、還有蘇花安、港澳接蘇花界等等的工程，這工班無夠的因端。分洪道這個工程那我們聽到已經流標第5次了那我想蘇澳的我們的住民都非常的希望這個分洪道的工程能夠盡速的這個發包出去。地方希望第一號船分署會使趕緊發包出去，重早完成。因為每年9月、10月，這東北季風開始咧吹，宜蘭會開始落雨，所有地面就真煩惱。去年洪台市區做大水的災情會過來一擺。會不會覺得應該要趕快完工？當然啦，很多人會期待說趕快完工啊。第一號船分署表示，8月12日分洪道的工程會閣一屆上網絡來招標，希望會使順利決標，和工程會當發包趕緊來完成。行政院預計分洪道完工了後，會使大大提升蘇澳地區防洪的韌性，也閣排水效能，嘛當降低蘇澳港積土的狀況，嘛會使補充蘇澳內比海岸豆豆流失的土沙，強化港區甲市區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記者綜合報道。服務部舉行收容人解分的比賽，今年攏總有500多組報名參加，最後是有7組得獎。服務部表示講，要徹底解分確實是無簡單，希望透過比賽方式來協助收容人甲健康找到轉來。經過醫生檢查尿液，佮透過機器檢測一氧化碳的濃度，確認敢有解分成功。法務部今年咧新竹加甲舉辦收容人解分比賽，攏總經轉台500多組收容人報名，一組2個人，其中一個負責見證，最後攏總有7組得獎，其中有得獎的收容人講，伊甲解分成功，當作禮物送給阿母。太陽媽媽，今年送你的母親節禮物就是我成功戒菸了。希望我可以讓我自己戒菸成功，也可以鼓勵家人，也可以戒菸成功。法務部指出，過去收容所內底結婚的人口多，要解分命無簡單，真需要堅強的意志，也提供獎金肯定解分。其中首獎會當摕到新台票3萬塊獎金，另外6組也有6000塊。希望解分成功的人，未來會當鼓勵其他的人做伙解分，讓身體更加勇敢。收容人裡面有將近4成就是一個不陪伴的收容人。那他們要戒毒，那首先就是要戒菸。那戒菸的話，本來就很考驗他的自制力、他的意志力。所以說，我們結合這樣國民健康署的，還有董事基金會給我們一些資源，來推動收容人，來鼓勵他們戒菸。也希望說大家能夠戒菸能夠保持身體的健康，促進家庭的幸福美滿。根據法務部的統計，自2010年到當為止，已經協助超過8300個收容人成功解分，也希望未來繼續透過比賽，鼓勵收容人注重健康，來當予家庭圓滿，避免離手婚的危害。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有民團甲企業宣布成立開關基金會，打算未來3年要投入3億來推動 AI 開關產業的發展甲人才培育。基金會表示講，推動台灣開源主權 AI 時，唔但加入民主和人權的價值，嘛會投入本土語言的醫療，和一般的民眾嘛會當利用 AI 來學習本土語言。
全球進入 AI 時代，民間資通信協會 NGO 和企業拜四宣布成立開源基金會，預估未來3年會投入3億，來推動 AI 開源產業的發展和人才培育。基金會指出，未來會投入6大方向的計劃，包括培養人才、建立商業化和企業參與的機制，連結國際和社群，並培養台灣原生的開源軟體，擔任中立的角色來管理重要的專案。我們接下去會開放的一些平台，大家把自己幫忙教 AI 怎麼講台灣話，怎麼講我們的各個地方的特殊的語言。我們學台語、學客語，我們也可以用 AI 老師來做自己的這個學習。基金會強調，推動台灣開源主權 AI 時，唔乃加入台灣民主和人權的價值，嘛會投入本土語言的資料。有業者表示，建立主權 AI 模型是即馬國際當咧競爭的趨勢。開源基金會成立，唔乃使讓國際看到台灣，嘛會當創造真大的商業價值。其實大家看到台灣很多的非常好的一個工程師，其實他們都參與了國際很多大型的專案。好，那我們希望說，當然我們希望台灣有自己的一個專案，然後也可以分享到全世界，然後至少在這個 AI 時代，我們在開源上有自己的一個話語權，然後這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目標，這樣子。基金會表示，未來台灣主權 AI 建立，唔但對規個 AI 產業鏈的發展有利，嘛會當讓一般民眾利用 AI 來學習本土語言，甚至讓外國會使透過 AI 來了解台灣，加做文化和科技的外交實力。數發部也表示，台灣有世界上強的半導體和硬體，透過推動 AI 和軟體的開源，會使愈提升台灣的科技實力。記者歸宗林、曾俊佑台北報道。真濟人攏介意去印尼巴厘島旅遊觀光，當地是直直去高級度假村，想要去飲閣較濟人。不過，這過度的開發，煞予當地上有價值的自然景觀面臨危機。親像霸王龍頭的夾壁，配白色的沙、青色的海。巴厘島東南邊的貝尼達島的精靈海坪，逐工成6000個遊客來耍。不過過去一冬，美景的正中央卻出現一組由中國企業起造180米懸、鋼鐵甲玻璃打造的電流廊工程，講是要方便閣較濟人去到海坪，唔免閣為山頂開45分鐘，就行到坎卡。不過破壞自然美景，引起公憤甲批評。當局去年底宣布建造許可違法，必須拆掉。I think it looks kind of ugly. I think it's because it's not natural, so that's why I don't think it fits in here. Doesn't make any sense, and it is really pretty, and then the construction we are seeing, so not worth it. 巴厘島是吸引國際觀光客去了閣再去的旅遊金雞母，去年共接待700萬人次，當地一直攏有擴大建設的需求，四界攏是別莊甲高級飯店的工地，足濟人攏想要來遮客家會。Do you want a property just like this for $62,000 USD? We have 3 units left in our Canggu Loft project. DM us for the details. Devenir propriétaire d'une villa à Bali à partir de 25 000 €, c'est officiellement possible. 目前差不多有10萬個外國人是佇遐住透冬的。畫面上，一棟270米4方的3房別莊，就是一對法國翁仔某買的。客製化建案，按算4月要搬入去住。不過大多數新建案也是以短期出租來投資的小型單位，因為巴厘島觀光的需求真懸，真有投資吸引力。Today, you can get turnkey investments in Bali starting at 10, 11, 12% net returns because taxation is ultimately low and the tourist appeal is extremely strong. 俗閣有剩的勞動力對巴厘島開發的風氣真有幫贊。來自印尼各地數千個勞工攏來找工課，住佇工地邊仔的茶座工寮裡，環境療效，簡單會當倒佇塗骹困。不過一個月差不多台幣萬通的工資，是比國內各地平均較懸。開發的創造工作機會，嘛吸引部分農民賣田園，賺一筆啊會當減拍拼幾十冬。不過這攏予地方付出環境的代價。來到地區上方感覺舒坦的青翠山內田景地，豆豆予南馬孔看過去，有居民怨嘆過去產業火經講滿滿是生態豐富的家園變款啊，做農45冬的垃圾仔，面對開發商開價400-500萬台幣的買伊的地，伊真定着堅持，若伊抑閣有一口氣，是絕對無要賣。不過，國際資金也是一直入畫。目前巴厘島逐冬流失差不多1000公頃的田，繼續落去到2050年，全島1/4的田會消失。遊客愛慕的天堂樂園繼續面臨開發的壓力，大家扣糧的危機。
公司新聞是會中朋友。新聞的最後，做伙來關心各地頭的天氣。北部上低30度，上懸34度；中部上低30度，上懸33度；南部為30度到34度；東部為30度到33度。外島地區為28度到32度。感謝你收看今仔日公視台語台下晡新聞，我是張曼婷，咱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